經過一番對於金錢嘅思考之後，會令你更加掌握到你想要嘅豐足生活大概係點樣嘅模樣。我哋由今日開始，要相信自己已經準備好去迎接一個豐盛嘅人生。時常喺腦入面去重溫剛才自己寫低，希望得到豐足有餘嘅生活模式。時常記住，心裏面時常重溫嗰種開心滿足嘅感覺。你可以喺日常生活去練習活得豐盛。當你見到一啲你好想要嘅嘢，就喺腦裏面練習，想象自己買咗佢，擁有佢，感受嗰種豐足滿足嘅快樂。相信自己，話俾自己聽，我絕對有能力去擁有佢。當你相信自己有能力去享受豐盛，自己值得去享受豐盛，你就放低對自己嘅限制信念。當你相信自己有能力，相信自己值得，你先至會有動力，用實際嘅行動去將你嘅願景顯化出嚟，先至會更加把握生命中每個活得豐盛嘅機會。當你放低咗限制住自己嘅信念，真正相信自己，宇宙亦都會收到呢一個訊息，你就會發現豐盛漸漸會自然嚟揾你。而家我哋揾一個安靜而不被打擾嘅地方，靜落嚟。你可以舒服咁坐低，或者盤起雙腿，雙手放喺膝頭上面，合埋眼睛。我哋一齊嚟做一個練習豐盛嘅冥想啊！我衷心喜愛金錢，我衷心喜愛豐盛。我清楚了解喺我理想中點樣嘅生活模式先係我想要嘅豐盛生活。我放低過往所有對金錢嘅限制信念，我終於明白，我絕對值得擁有理想中嘅豐盛生活。我感恩宇宙提供不同嘅途徑，令我活出豐盛嘅人生。我會同宇宙合作，一步一步咁去達成我理想中豐足有餘嘅生活模式。由今日起，我放低過往所有對金錢嘅限制信念，我開始習慣豐盛生活。只要我想，我有能力去顯化。我會同宇宙合作，一步一步咁顯化出我理想中豐足有餘嘅生活模式。
我享受顯化嘅過程，每一個經歷都豐富咗我人生嘅體驗，令我感受到生命嘅熱情，靈魂嘅活力，令我嘅人生多姿多彩。我感恩能夠有呢個有趣嘅體驗，感恩我能夠發現自己顯化嘅能力，感恩我可以一步一步去顯化，活出我理想中豐足有餘嘅人生。今日就嚟到呢度，多謝你花時間一齊提升意識，鬆綁對豐盛同金錢嘅限制信念。Namaste。